去旅行除咗啲指定嘅景點之外咧，喺我嘅心態裏邊咧，其實每一分每一秒坐車又好，坐飛機坐船都好咧，都係喺度觀緊光。我會中意睇人哋嘅特色建築啊，唔同嘅車款啊，甚至街邊嘅塗鴉。咦？呢條紅色嘅橋有啲似曾相識喎。冇錯啦，就係經常都會喺唔同嘅地方見到嘅7月25日大橋。去歐洲旅行呢，我就會特別留意佢哋啲火車站或者地鐵站裏邊嗰啲嘅裝飾嘅，因為裏邊嘅景觀絕對會豐富我成個觀光嘅行程。成日聽人講話去俄羅斯呢，一定要參觀佢哋嘅地鐵。雖然我未去過，但我絕對相信，因為其他唔同國家嘅地鐵裏邊都有好多嘢睇。唔信你睇我拍翻嚟嘅片段，你就知道㗎啦。地下鐵碰着她，好比心中女神進入夢。地下鐵再遇她，沉默對望車廂中。地下鐵邂逅她，車廂中的暢談最受用。裏面每日相見，愉快心裏送。每天幾分鐘，共你心聲已互通。除咗一啲好靚嘅壁畫咧，有時站外邊亦都有一啲大型嘅藝術裝置，偶然仲有啲人會喺站裏邊嘅鋼琴前邊大顯身手，齊齊高歌唱頌。後他等他偏偏降臨，帶着夢，又沒有雨或風，何時渺然失放縱？日日在等候他，無奈心中愛神要玩弄。地下鐵約會似是中斷，令我心暗痛。道理說不通，未到高峰已劇終。有時唔想追景點或者有啲空檔嘅話，就可以遊下地鐵河，一時興起又可以落車睇下站外邊有冇一啲驚喜。有時真係會誤打誤撞揾到啲好嘢睇。有一次就竟然俾我發現到里斯本原來有一個鬥牛場。呢個鬥牛場呢，其實都唔細嘅，可以容納成10000名觀眾一齊睇鬥牛。不過唔鬥牛嘅時候呢，佢亦都會偶爾舉辦音樂會啊，或者係馬戲團啊等等。雖然我就冇時間睇鬥牛啦，不過影翻張相都好啊。嚟咗里斯本咁多日，覺得喺呢度揾嘢食呢，尤其是揾到好嘢食呢，都唔係咁容易。本來就喺計劃之中要去試下嘅 Time Out Market 呢，居然喺第一晚呢，就無端端就撞咗入去。到咗食飯時間，佢真係好熱鬧，非常之多顧客。咁原來呢，喺里斯本嘅一間 Time Out Market 咧，係佢呢個集團嘅第一間嚟嘅。因為成功咗，所以目前已經擴張到紐約啊、波士頓、芝加哥、開普敦等等嘅10幾個城市。而隨住呢個持續進行咧，有更多嘅新門市咧係籌備中。譬如計劃之中嘅大阪啊、布達佩斯啊、溫哥華等等嘅。千揀萬揀，終於喺2間唔同嘅店鋪咧，就係點咗餐嘅。都係一啲葡式嘅食品，雖然唔可以話佢超好食，不過都算係滿意啦。至於其他嘅揾食經驗呢，就唔係太理想啦。一係呢，就去到一間自己想去嘅餐廳，發覺佢呢就係結業；一係呢，就好多餐廳都好早就已經係收檔。某一日嘅中午喺市中心嘅呢間餐廳呢，就食飯啦。咁點咗一個湯呢，就發覺味道 OK， 但係個熱度係非常之唔得。唔單止係湯，有時咧其他嘅 dish 咧都係唔係好夠熱，咁食落去咧覺得唔過癮嘅。
咁有時唔想周圍去揾餐廳咧，就喺酒店附近去湊湊，咁居然咧又發現一間嘅尼泊爾餐廳又唔錯喎。嗰度嘅女侍應咧都比較係友善嘅，唔介意你慢慢揀餐，亦都唔會介意你點一啲平或者貴嘅嘢。呢份羊肉都幾好食㗎，唔試過唔知原來咧尼泊爾嘅餐點裏邊嘅飯咧，同我哋食開嘅飯咧好唔一樣嘅。我哋嗰啲係一粒粒好完整，佢咧就係長形，你攞到嚟咧，我仲以為係啲麵條添。